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中华风远的湿地海空步道。伫个国庆连假，有真侪游客去迄个所在坐铁牛仔车落海去吐蚵仔、鳗蚵仔。但是县政府有规定，只会当用海牛仔车来载客，若是用这种铁牛仔车来载客，就是违法，相关罚款3万块。问题是，这个海牛存杂者要来载大量的游客，根本就袂付气。这铁牛仔车的业者是真狭隘哦，讲这个观光甲法规无来同步，是要安怎来发展在地观光呢？中华风远湿地海空步道启用了有够长，双十连假有超过1万人次人去算过，除了欣赏海边的美景，过会使学蚵啊。来体验一下，对啊。人客一个坐规排铁牛啊，拢咧接人客，10外台拢载甲甜甜甜。要过铁牛车载人客上路已经违法，迄若被检举，上悬会使罚3万块。牛车所在是几个人尔，别人坐是3年啊，对，啊那3年袂使落海，对，啊3年袂使落海，你要叫人怎生活？海空步道一个撑起来，对当地观光发展当然有真大的帮助。不过县政府规定讲，干来使用海牛车载人客，海牛干那剩9只，一摆上济干那载6个到8个游客。海空步道遮济人来，这海牛车根本就无够用。有关于载客的部分呢，我们会跟交通部来研议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观光载客的部分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载具可以来给他们使用。是就是讲有什么方式会当去甲这铁牛仔车办一个保险较袂大家拢安全的问题。2018年的时，嘉义市大同国小去中华王景校外教学坐铁牛仔车爬架时冰车，造成驾驶领对甲8个学生囡仔受伤。所以讲，县政府修法要求铁牛仔车上路一定要有车牌，不过袂使载人客。即马发展观光推广海空步道体验采蚵仔，地方发展甲法规无共步，铁牛仔车业者真为难，游客安全嘛无保障。